香港同美國內地學生留學揀邊度呢？ Fact Show Pick and Know，Hello， 大家好，我係 Kiwi， 歡迎嚟到 Chat 真啲。3月17號，中國教育機構新東方發布中國學生出國留學發展報告，揭示一個標誌性嘅轉折。中國香港首次超越美國，成為內地學生出境留學嘅第2大目的地，而美國咧就跌至第3名啦。作為全球唯一擁有5間百強大學嘅城市，香港已由昔日留學嘅借道之地，蛻變成具獨特吸引力嘅國際教育樞紐。QS 亞洲大學排名2025入邊，港大、中大、城大咧穩居亞洲前10。Times 學科排名2026入邊，香港有3個學科躋身全球前20。港大教育學排全球嘅第7名。更重要嘅係，香港高校高國際排名、高素質人才、高度國際化嘅優勢已經形成咗品牌認知。城大喺 Times 全球最國際化大學嘅評選入邊，3次都排名第1啊！當一座城市嘅高等教育體系同時擁有亞洲頂尖同全球聯通嘅雙重屬性，成為留學生首選就係價值選擇嘅必然啦。留學目的地選擇嘅底層邏輯已經發生質嘅變化，學生唔再只係單純追求鍍金，而係更睇重學術資源、科研機會同職業發展嘅真實連接。對於頂尖人才嚟講，邊度可以接觸到全球最先進嘅技術，參與最有挑戰嘅項目，產出創新成果，邊度就係一個好地方。隨住香港高校喺國家重大科研項目中嘅深度參與，香港正日益成為咁樣嘅一個地方。從港科大帶頭參與探月工程，到2025至26年度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同香港研資局嘅合作當中，港大以16個項目超過2650萬港元嘅撥款居全港第1。香港高校已經唔再係離岸學術孤島，而係國家科研體系嘅重要組成部分。呢種家門口嘅世界級教育，再加上直達國家科研前沿嘅組合，將留學價值鏈係從出去見識下到翻嚟貢獻中間咧，加多咗深度參與呢一個橋梁啦。呢個就係香港吸引力不可逆轉嘅根本原因。香港嘅崛起亦都反映出全球範圍內留學香港熱度嘅全面爆發。2025至26學年，港大非本地本科生申請係超過咗2.5萬份啦，按年升近25%。當中國際生嘅申請激增咗差唔多50%。科大國際生申請同比亦都增長咗40%咁多。香港特區政府設立嘅一帶一路獎學金已經惠及咗57個國家超過830名嘅學生。高才通計劃批出差唔多成10.6萬宗嘅申請啊！國際人才正加速成為新港人。香港超越美國，成為內地學生第2大留學目的地，印證咗一個更加深層次嘅趨勢。人才流動嘅邏輯正從向西睇轉向內聚。香港嘅崛起係國家高等教育體系同綜合國力協同提升之下形成嘅一個穩定、開放、具備全球競爭力嘅新高地。然而，排名超越只係故事嘅開篇。新東方報告中另一個關鍵數據，碩士階段成為人才回流嘅集中期，工學、經管等實用領域人才加速回歸，正正揭示咗下一個命題嘅核心。我哋唔單止係要吸引人嚟，更加要思考點樣可以留得住人同用得好人。回流咧就唔等於紮根，承接亦都唔至於留住。真正決定未來競爭力嘅
唔係有幾多人選擇嚟啊，而係有幾多人可以選擇留低，而且要喺度創造價值。當香港高校已經深度融入國家科研體系，當高國際排名、高素質人才、高度國際化嘅優勢已經成為一個共識，我哋需要進一步構建嘅係一個超越留學嘅完整生態，從科研平台嘅長週期支持，到產業與學術嘅無縫對接，從令人才睇到清晰嘅發展前景，到營造一個令佢哋願意安家落戶嘅社會環境，將留學香港嘅吸引力轉化為人才扎根香港、貢獻國家嘅持續動力。呢個先係呢一場留學格局變遷背後真正值得我哋書寫嘅篇章。好，今日先傾到呢度，再見。歡迎訂閱我嘅 channel，我哋下期再見。